大家見到呢啲畫面，係咪有種時光倒流嘅感覺呢？位於牛頭角嘅觀塘花園大廈喜鵲樓地下嘅長榮茶冰廳，喺村內已經有59年歷史，陪伴唔少區內街坊成長。不過佢好快亦都會成為大家嘅集體回憶。幫襯咗30年度啦，由細到大，出世到而家。覺得呢度有咩感覺？呢度傳統嘢啦，而家冇晒夜晚咧，可以食啲菠蘿包啊。以前細細個佢，如果冇記錯，好似2蚊個菠蘿包。你嚟到就大概知你嗌乜嘢。多數係咯，多數都係咁。同埋有啲員工做咗好多年，冇辦法啦，始終都要。即係時代嘅嘢都要喺度變緊咁樣，有啲唔捨得咯。而佢就最掛住冰廳嘅懷舊味。佢以前嘅味道咯，以前嘅麵包味，希望我哋繼續做啦，繼續可以我哋都啱食啊嘛。而家新潮嗰啲麵包咧，好多時咧係比較重牛油味啲啊，同埋嗰個感覺唔同咯。佢啲麵包真係好食嘅，就算聽日都好食嘅。老闆胡女士喺冰廳做咗至少20年，直至到2020年接手成為老闆。除咗保留冰廳嘅舊式裝潢，佢亦都堅持食物品質同埋新鮮度，每日出爐新鮮麵包，又會煲冇味精嘅足料湯水俾客人隨便添飲。胡女士話大部分顧客都係附近居民，不過隨住觀塘花園大廈即將重建，冰廳嘅人流明顯減少，生意入不敷支，蝕住做都頂唔住。最終決定喺今年嘅8月底結束營業。